神机营千户大人。拿下！是，上！收拾不了你，老天爷也一定会收拾你。你们吃斋修行，不是1天2天了，还不一样落在了我的手里，还信老天？狗贼，既然落到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随便来吧。你们都是朝廷的钦犯，自然要受到制裁。这风尘双侠作恶多端这么多年，搞得本官我是寝食难安。叶千户，你将他们绳之于法，那真是为9000岁立了大功一件。说，师太呀，这又何必呢？你还是从实招了吧，啊？你这个畜生，要杀要剐，随便你，干脆来道利索的吧。你想要利索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马上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你想干嘛？我宁愿咬舌自尽，也不会让你糟蹋我的清白。嗯？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来人，在！把他带回我的房间去，好好的享受享受。是，够了。我自会向义父交代。叶红影，你怎么可以把重要人犯给我杀了？你简直是无视9000岁的旨意呀！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不许伤害我红影哥哥！你都给我住手！义父，叔叔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孩儿请义父赐罪。骑兵9000岁，卑职刑讯犯人，全凭9000岁授意。可是叶红影未经许可，就这么把犯人给杀了，他简直是目无尊上，视您的旨意于无物啊！你血口喷人！锦衣卫是朝廷王师，你竟要你手下毁人清白，如此行径，简直义无禽兽！哎，我审的是朝廷钦犯呐，你骂我是禽兽，那你不是骂朝廷在辱骂9000岁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叔叔，您别错怪了红影哥哥，他这么做是怕玷污了锦衣卫正义之师的威名。哎，9000岁，这可是您的意思呀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就算这些朝廷钦犯罪该万死，也应该一刀了结，用不着这么折磨他们。你这么对他们，分明是想陷害我叔叔背负不义之名。我之所以如此用情，是为了问清楚他们来无锡见的是谁。你怎么能？够了！俗话说得好，家和万事兴。神机营、锦衣卫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是一家人。你们这样在我面前吵吵嚷嚷的，
成何体统？九千岁，这叶红影狂妄嚣张，魏姑娘又这么蛮横无理，卑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家和万事兴。怎么，本座的话管不住你们了吗？哎呀，可是我……卑职遵命。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虽然红影这次立了大功，但也不应该如此妄作妄为、傲慢无礼呀。你的眼里可还有我这个义父啊？孩儿知错了。叔叔，红影哥哥绝无半点背逆之心，他一定是觉得这逆贼也是人，不该如此残忍待之，所以才给他们个痛快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。红影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念你今日有功的份上，本座就不予追究了。但是，不可以再有下一次，明白吗？孩儿明白。本座向来赏罚分明，待铲平东林党反贼之后，回到京城，本座必奏请皇上，为你加官进爵。谢义父。卑职尚有一事不明，想要请教叶千户。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禀报九千岁，据守城官兵禀报，事发当时，叶千户似乎早已经知道两个人是乔装改扮，于是一举把他们拿下。所以卑职猜想，叶千户也应该知道他们俩是从何处而来吧。如真所言有理。红影啊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那些反贼藏匿的踪迹啊？义父，我……红影，难道你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叔叔，红影哥哥绝不敢对您有半点欺瞒之心。他之所以能够洞察先机，是因为一早派出了探子，一路打探，并洞察逆贼的一举一动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叶千户派出的探子也应该跟您禀报，他们两个都去过什么地方了吧？潘如真，你别为难我红影哥哥。哎呀，我不是为难，我是真弄不清楚呀。九千岁，这事儿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啊！放肆！袁崇焕已经派人南下，你们不去专心对付那帮反贼，就知道内讧，这成何体统？全都给我退下！是，叔叔。未央东秦对天发誓，一定会为你们报此血海深仇。你想要替他们报仇，恐怕不是这么容易。你想想，这汉天道长还有玄禅师太，他们在江湖上也算是闯出了名号的人物，能这么轻易的着了道，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哪怕这凶手是三头六臂，未央东秦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话是可以这么说，就怕真的找到了凶手，要你真的把心这么一横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
你知道凶手是谁？凶手是谁，我不敢肯定。但是风尘双侠的武功绝对在你我之上，所以我想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他。是谁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人跟你青梅竹马，你早就认识了。叶红影。如果，我说的是如果风尘双侠真的是死在他的手里，你真能狠得下心来报仇？我会的。如果叶红影真的丧尽天良，我杨冬青对天发誓，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。哎，小帅，你看我给你拿一什么好东西？哎，万花筒，看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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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做的没错啊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怎么又哭了？爷爷以前就给我做过万花筒，我一看到万花筒就想爷爷。那不要了，我踩了它，我踩它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哎，对了，我刚学了一套虎形拳，华姨教给我的，我打给你看看，看啊，走，看看去，走。哈，去呀，哈，怎么还哭啊？是不是被我这套拳法震撼了？哎呀，怎么哭得更厉害了？胖不是你的错，但是出来吓唬人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刚才打的挺好的，多逍遥啊！虎形，咔！你像一头逍遥的猪。真没眼光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招，我给你找个石头去啊。